不过，代表消息来看，中部情形是呢，国健保特约药局呢，大部分弄大这个告示讲，下晡2点以后才会开始卖翠安。这个业者讲，因主要业务是处理诊所开的药单、开药啊，互病患。伫骹手无够情形下，烦恼讲，你若卖翠安的人，包括呢买翠安伤济，影响到因这个诊所的作业，所以讲必须要等到下晡休诊的时，才会开始卖翠安。要过像讲有真个较偏僻的所在，像这个中部石冈啊，人口15000人，只敢若一间药局尔，就乡亲烦恼讲买无，所以讲透早6点就来排队啊。开始啦，嘿啦，2点就开始卖啦。买翠安的民众早时9点准时来到药局刷买无，行到附近其他药局虽然有人咧排队，但嘛只是咧领号码牌，同款下晡才开放。我们药局是以拿处方签为主，都很忙乱啊，那个还要处理这个事情，整个会搞混。药局骹手无够，真无用，记者行5、6间，健保特约药局拢是打出广告，等甲下晡附近诊所休诊的时间才卖，避免影响到开药的业务，也有业者避免人侪混乱，规气互民众用健保卡排队，下晡才过来领。感染的疑虑，所以不希望大家在这么小的空间挤在一起，不用一直在这边等，因为要等很久。连线的状况怎么样？越来越慢。台中市区药局做业者会当家己调整，但是伫石冈区15000的人口，区内只有一间药局，业者伫9点准时卖，15000名民众抢200个翠安，袂少人6、7点就来排队。直接用手动批到，才有办法让那个民众购买口罩。开卖半点钟了后，系统开始延迟发放的速度变慢。另外，伫南投中寮有8000名人口，嘛是只有一间健保药局，只有配200个翠安。开卖1点钟左右，就全部卖完。